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对这个2026年来讲，咱是新的年头，是新的年头。不过呢，对咱人来讲是年尾，咱要过咱人的新年是差不多2月左右。所以这新的一年，我唔知影你要哪看，总是无水伫遮，要甲大家来分享讲，这新的一年，咱一定会加一回，对无？唔知你安怎思想？是毋是你会当欢喜来过新年咧？你会当欢喜啊！所以这一年你安怎看？其实圣经里讲一个人的一生对心发出，对心发出，你安怎想足重要，足重要。因为咱活的这个世间当中，你有听人咧讲的话，你嘛有听到你家己心肝讲的话，总是咱信主的人嘛有主的话。所以这新的一年，你安怎看？是毋是你讲吐大气讲，哎哟，搁老一岁啊？你讲老敢若年岁嘛？有的查某囡仔，较早查某囡仔，我听讲有人过29岁、30岁31岁，伊讲这剩的啊！你大陆的人有一个讲，比如讲，若无结婚差不多30岁、29岁、31岁，伊讲这剩的这叫做剩女，剩的查某囡仔。这真侪人安尼讲。总是牧师今仔日照着上帝予咱的话语啦要你讲啥物咧？你注意看这这真趣味。为啥真趣味？咱少年的时阵即摆囡仔嘛共款，你有看到即摆少年囡仔拢拼面工咧拼面工意思伊才有体能才有本事我想咱少年嘛是安尼，拼面工哪有啥物货慢慢咱年岁较大一时即个拼面工因为总是为了生活，为了工课其实是无法度。所以你到即个中年的时阵你拼面工是付出代价。慢慢老咧，老了你有发觉一样代志，你免拼面工，你定定半暝精神足好诶有无？定定半暝你就起来洗洗你敢若无像少年的人讲你无想但是你发觉你感觉半暝你嘛定定醒起来，敢毋是安尼？所以讲有时阵咱咧看的时阵看这世情的时阵有真侪时阵圣经记来甲咱讲，咱就是讲咱老一岁，咱的体能愈来愈歹说新的一年毋知要安怎咧但是圣经是安尼甲咱提示讲咱年岁加一岁，这是上帝要予咱的即个年岁的回观对遮你有看，迄是年岁的回观，意思讲足水的、足尊严的足尊贵的。第二项是要予咱的生命会当更较丰盛。为什么？因为咱既然有即个生命咧世上嘛，所以上帝对迄当就甲咱讲，咱若已经得到对伊来的生命的时阵，咱会当得到生命愈丰盛。总是即个丰盛，当然你若有一日当离开世间去甲主的遐同齐大，迄也是真水。毋过咱即马就是上帝，予咱伫世上的搁一年。伊讲搁一年的当中，伊要予咱丰盛，要予咱行过的路径呢，其实有真丰满的即个稳定这嘛是一种祝福。即个祝福毋是干那咱得到尔，上帝要照着你所得到的福气，会当成做别人的福气。所以咱爱安怎来想这样代志？因为上帝甲咱讲伊为即个稳定为咱年岁的回观所以咱毋好是想讲咱老。世间是安尼甲你讲无毋对，但是你若安尼想你就叫骗去你就骗去因为咱确实讲，咱毋过牧师，我看目睭前确实就是变老对，你知影真侪物件咱目睭会甲咱骗的，咱目睭所看会甲咱骗。咱阁中着世界的毒，所以咱拢总是讲愈老就愈无路用。其实你若注意看圣经里讲，圣经是讲咱的年岁，每一个人的年岁加一岁。上帝讲我要做搁较水的，一年要你水的即个尊贵的即个会馆会当伫咧。
但是咱若无安尼想的时候，咱会叫世界骗去嘛。世界大家甲你讲，你著老无路用，无安怎一大堆，我著无开啦。啊，你看敢若淡薄仔是安尼。但是咱若想着上帝甲咱讲是啊，你看你家己是袂伫做的啊。但是咱毋是常常讲，上帝甲咱讲，你袂伫做会对啊。上帝从来就无讲你会当外口做啊。上帝是讲我要加添互你的，我要收束互你的，是上帝要做啊。所以咱真侪问题是看问题，咱是看咱家己。咱真少讲，主你安怎想？所以你这年的当中吼，你一定嘛是面对足侪问题啦。这个问题来的时阵吼，你一定有真侪思想。啊，你这个思想到底对倒来？啊，要安怎想？要安怎做？其实为什么咱要信上帝？因为咱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伊的智慧超过咱的智慧，伊甲咱讲，伊予咱是平安的。伊甲咱讲是讲，你若行这条路，愈行愈水啊，愈行愈光明啊，直到透中道啊。但是咱若人，你看，咱愈行啦，人愈敢若落山呢，愈来愈歹。所以这就是看法无共。你安怎想？新的一年你安怎愿望？这就是你家己爱决定的代志。你若要看世间的，你若要听世间的，你若要想讲按家己想，你讲牧师安尼敢袂使？上帝嘛会讲你会使啊。毋过好歹的问题，你爱家己后果是你爱负责哦。上帝甲你讲的话是上帝负责嘛？啊，你今仔日是要听啥的话？啊，你家己爱决定。上帝明明圣经有甲咱讲，咱每加一岁，咱这个加一岁，毋是白加呢，嘛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加一岁呢。你加一岁是上帝要互你稳定搁较济，要敢若花光甲你治咧讲今年搁较水搁较好。你讲我就感觉无感觉咧，我了解，真侪时阵你无感觉啊。所以咱为什么用信心来行头前？人活着是爱有信心嘛。你信心对倒来？你信心对倒来？咱信心当然你会讲我较早的经验，当然你较早的经验，你嘛有经验真侪上帝的稳定啊。但是咱看到一样代志，咱家己更较爱是感觉讲我要安怎？咱毋是讲主啊，你今年甲我讲啥，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来去行这条路。所以你有看真侪代志，上帝甲咱讲代志，甲咱祝福的当中吼，真侪代志你要安怎行吼，伊无甲你讲哦。有真侪基督徒讲牧师啊，你上帝甲我讲清楚，我对伊行就好啊。讲起来真简单啊。其实有时阵，上帝甲你讲，你嘛无咧听。啊，你听有当时你嘛无一定要照伊做。我相信这拢是咱的经验。所以新的一年，为什么咱会互相做阵伫遮？咱互相读上帝的话，是上帝的稳定。搁再一解甲咱讲，这新的一年，上帝对每一个人，你这新的一年内底，伊要往这个稳定。要往稳定，这个稳定是要做啥物？可能你毋知影。但是你有相信上帝讲，我要互你稳定，要互你丰盛，要互你听做祝福咧，毋是老的问题。所以咱若看过讲，我阁老一岁啊，我若敢若靠较无路用，你迄个心情是无共款的。但是你若讲，今年新的一年，上帝既然带我对2025年过来，这个新的一年，我实在毋知影上帝要做啥。毋过我有一个愿望，兄弟姊妹，你新的一年你愿望啥物？你有想过无？上帝有甲咱讲啊，主耶稣有甲咱讲啊，你甲你所想的，照着祈祷，照着感恩，甲主讲，讲了，伊会保守你所想的，会赐予你平安。毋是讲照你所讲所想的，就赐予你讲所想，毋是。伊讲我予你平安，刷落我会引带你。即马你要行伊的话，也是要行家己的路。我相信真侪基督徒同款。我嘛是会，我当初信基督嘛是共款。上帝啊，我甲你求，我即马要考研究所，进前考了无介好，我较早嘛是拜拜，迄阵还袂信主啊，我嘛拜拜，去即个文主公拜拜，要考试嘛咱就考无好，我想咱去拜拜无效咧牧师又甲讲，你有耶稣，你我甲祈祷一下，这袂歹哦，咱有祈祷有保庇嘛来祈祷一下，祈祷真正考了袂歹咧。这袂歹，这试看卖。所以我也共款啦。
上帝，你爱听我的说话吼，你若互我照我的，我就感觉袂歹，我就继续行。啊，若无照我的咧，我尾也抽签吼，抽去妈祖，做兵抽去妈祖，别人拢去拍扑啊，我讲啊，上帝甲你祈祷就无效哩咧。祈祷无效，我妈祖呢？我的同学吼，因为我读数学的，我的同学去做兵吼，干那做兵尔，伊毋是做军官，我是做军官。伊做兵哩，迄个营内底吼，迄将军吼，为了要互因囝儿吼、囝孙仔吼补数学免钱嘛，所以伊甲阮同学讲，你缅甸的即个营区内底，你每一暗吼，我用车甲你载去吼，因兜就对，应该因孙啦吼。去甲因孙教数学补习所以伊基本上常常嘛，外营咧，安尼常常出去佚佗。我读数学的，我读研究所的，我甲主上帝主啊，你互我留咧台湾，安尼我吃香喝辣，这些冒死啊，结果一个抽来妈祖，那分去安尼，那妈祖是遐要创啊，人讲鸟不生蛋的呢。坦白讲，迄当阵吼，我感觉哎哟，上帝啊，信你哪有好？你无听我祈祷啊吼。但是坦白讲，有机会搁甲大家讲，上帝的奇妙吼，咱有当迄当中拢无熟悉，毋捌啦。当然我知影，咱会希望上帝来祝福咱所想的，但是上帝要互咱的，是照伊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基督徒爱有一个想法，当然你会甲主祈祷。但是主一定手术互你较好的，毋是照你的嘛，因为你有当时受无法到嘛，所以伊的意念、伊的道拢交给咱。你愿意相信伊交托伊后来，这就是咱家己决定的代志啊。主袂勉强你，但是决定。所以上帝甲咱讲，咱今年伊是要用恩典交做你年会的会馆，这足水的。伊无甲你讲哎呀，你搁一年来搁老啊啦，搁辛苦啊啦，这安尼惨歪歪。现在即个一年，你看这一开始的世界环境拢无介好，你就开始忧愁啊咧。像旧年一开始，大家讲经济歹啊安尼，足歹，咱嘛过安尼吼。新的一年咧，你毋知影会发生什么代志。但主甲你讲，你若加一岁，我就要互你经验我的恩典，要甲你智慧观更较水的一年要互你。你袂歹，你袂歹，袂歹。所以上帝毋是讲你搁加一年，你搁继续劳苦。你搁继续劳苦，你搁继续留落去，伊毋是安尼甲咱讲，世界是安尼甲你讲的啦。你家己嘛想安尼啊？你讲嘛是安尼，看敢若是安尼呢？但是上帝毋是甲你讲安尼啊，上帝无甲你讲安尼啊。所以世界一直甲你讲你老啊，你无效啊，你无效。莫讲即马旧年嘛共款，真侪少年你大陆少年的，有一条歌无出脱啦，大家唱啊变变叫。你有人有听过吼？迄条歌呢？大陆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台湾嘛共款，唱甲变变叫，大家拢无出发啦。烦恼是咱大家拢无出，少年嘛共款，倒伫遐无出发就无出发啦，唱甲欢喜啊。伊讲咱本来应该就足水的，上帝甲咱讲伊要温上加温啊，福寿要咱加好，但是咱看到外口，咱就惊着啊，咱个上帝讲的话，咱就过去啊。所以世界一直甲你讲真侪话嘛。但是上帝，你敢讲，你毋好看讲变老的问题。上帝要互你更较水的即个尊贵的会馆要甲你治。因为我今年既然带过2026年，带你进入2026年，上帝带咱经过去迄一年，进入新的一年，毋是无意思的呢。无咱就白白信上帝啊，敢毋是安尼？因为咱所创造咱的上帝是。救咱是为永远活命来救的咧，伊毋是干那讲今年、明年，也是你世间的年岁咧，毋是呢。伊是要照着咱的世间即个日子的过程来当中，更加明白咱所信的上帝是安怎疼咱的。伊的恩典、伊的气力、伊的各种方面所创造的，是要互咱会当去领受伊的一切祝福嘛。所以环境无一定拢好，这也是事实啦。做基督徒无逐项顺遂的啦，做基督徒无逐项顺遂啊。但是你都无顺势的当中，咱确实会当来描述讲，我就是有这个问题。人若知影有问题，人若知影家己破病，才会去看医生啦。你若毋知影家己破病你若有病，阁袂要看医生，阁较惨啊。所以主耶稣讲健康的人伊无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有需要医生。所以咱毋好讲咱家己外国免。
基督徒毋免讲我外教，基督徒一项代志足重要，讲我有主通啊靠，我有主通啊靠啦。我一定会拄到问题，但是我心内有预判讲，若拄到代志的时阵，无论什么代志，听我的主是我的倚靠。安尼，咱咧行，咱有即个靠山嘛，咱较会稳定，无你会惊吓。所以世间的人讲，靠山山倒嘛，对吧？靠人人倒嘛，吼。啊，煞讲靠家己同好，我甲你讲这，伊甲你讲这，结果这是毋对啊！你靠家己足忝的啊！你确实做袂来啊，所以你一直拼到尾啊，阵仔无法度倒哩啊！我无出头，我莫甲我讲啊！上帝毋是安尼甲你讲的，上帝讲靠山山倒，靠人人倒，但是靠上帝同好。因为上帝讲，你若倚靠我的慈爱，迄华语是安尼讲，伊讲你若依靠我的慈爱，依靠我慈爱的人，我必以厚恩待他。意思讲，你咱若倚靠上帝疼爱慈爱的人，上帝要好好稳定来款待你呢。所以你若上帝带咱，毋是讲咱足敖，上帝知咱有问题，所以伊要疼咱，要带咱，所以伊一直甲咱往疼的所在，甲咱鼓励，甲咱引带。伊知影咱袂介好，但是伊决定要用稳定来成就你的祝福，互你会当得迄个回关啊。所以咱加一岁，毋是咱背老，也毋是讲咱要退场，毋是，是上帝讲，搁较这加一年，要互你会当搁较水的即个尊贵的回关会当伫咧。所以，咱对新的一年要有愿望，这个愿望毋是对家己来，这个愿望是上帝甲我讲安尼，我愿意接上帝话，我要来听，我愿意要来敲锤讲上帝，你既然来讲，我要来经验你伫我身躯这一年。咱则袂讲我就毋知影咧，我就退休啊咧，我就无代志啊，我这创啊。拄只兄弟姊妹，你听到拄只更一些诗班有哦。你若讲你外口听啦，你莫徛入来啦。你敢知这咧唱的人，这什么人？敢若听讲，哇，这歌声足听足水的对。你伫外口听就足好听。你入来是讲，哇，这个人无简单呢。毋是讲这个人偌少年呢，毋是。哇，这个人足好，唱歌好听。迄个生命的歌声，迄毋是唱好听啦，迄是对生命的经验唱出来，对主的听。我毋知你听有无？我咧听我足感动的，因是往迄个听主的心，知影主的听迄个生命的回应。毋是我几岁，迄甲年岁无关的，无一定少年来唱真跳来跳去啊！你敢若看伊跳来跳去，你无一定会感动嘛。你可能感觉好听，你感觉也袂歹，但是你感觉真热烈，但是无一定会感动着你。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新的一个生命，咱毋是讲咱加一岁就敢若愈来愈老，毋是，是加一岁，上帝要互咱的稳定。所以上帝你讲，咱的白头章是咱荣耀的回关啊。毋是讲一定要有的少年嘛白头章，有的年老嘛白头章，总是讲伊的意思是成熟的人。一个你主内底成熟的人，哪会成熟？一张树啊，种要生果子，伊毋是一日就出来呢。伊有真侪时间，慢慢栽培，慢慢环境的一步一步做出来呢。所以你上帝眼光毋是变老的问题，是你有成熟的问题。是你有成熟无？有人少年囡仔就真成熟，迄嘛真水。但是照你讲，咱因为经过生命的即个锻炼来讲，咱生命的经历来讲，咱会愈来愈成熟嘛，一定甲少年人无共款嘛。虽然你捌听过一句话啊，我毋知你捌听过。伊讲哇，这少年的有两步七啦，有啊无？捌听过无？少年有两步七啦，老的咧，老的老步定，你捌听过无？有吼。少年袂歹啊，我嘛知影少年袂歹，毋过老的搁较稳啊。老的老步定是成熟有智慧，所以人讲厝有一个老的，就敢若一个宝啊。但是即摆的人无咧安尼想咧，厝诶若加一个老的真麻烦咧我即啥要咱来处理掉较好势。即摆少年囡仔是安尼想咧，伊都无了解咱生命，你上帝内底甲咱塑造甲足水的，要成做伊的祝福，伊毋知呢。这囡仔哪安尼想？世间配了了。咱家己若无注意嘛，叫世间骗去伊讲安尼，咱无效，咱就无效，就无路用，就开始愈来愈无力。其实没啊呢，上帝讲咱阁有真，互你新的一年会当搁较水，搁较好。所以你上帝眼讲，毋是老一岁加一岁的问题，是咱有成熟无？是咱对上帝信心有搁较增加无？你的生命有对上帝搁来认捌无？
这是确实是加一岁，上帝要咱的稳定。咱无想到讲，哎哟，我加一岁啊，这声搁较无路用，你惨啊你！你若安尼想，是上甲你讲安尼。上帝明明甲你讲，我新的一年要互你稳定做你的会官。你新的一年虽然头毛有较白一些啊，但是我看你愈水呢，你愈好呢，因为你愈明白我。这个啥人？摩西。摩西若要照要用摩西40岁进前同好用啊？为什么？伊比皇宫大汉的，伊敢若王子共款，伊的知识开来一定通高的，是毋是安尼？上帝无用呢，结果摩西家己行一个走去旷野。你旷野40年，上帝嘛无用。嘛无用啊！一直到80岁，上帝才去甲显明讲，出来。摩西伊人嘛是烦恼啊，讲哎哟，上帝啊，你找我啊，你这我什么人啊？你搁找我，你敢找着？你敢找着人？上帝讲，我就是找你啊！伊煞来甲上帝问一大堆问题呢。上帝啊，我若准讲照你的话去讲吼，伊甲我讲你是杀人，我要哪讲？我真正去，伊敢袂听？嘛问题真多呢。其实咱无可能安尼呢，咱有真侪问题不要紧，上帝会恢复你，但是上帝要用你，这是事实。上帝要用咱，无论你几岁，无论你几岁。所以摩西80岁的时阵，上帝才呼召伊出去呢。因为上帝知影，这经过伊咧少年的时间，经过你旷野的时间，伊这时阵是上成熟的时阵。虽然伊的信心无够大，但是上帝讲我会当用你。虽然你看你已经是无共款，咱家己看咱家己嘛。80岁啊，要安怎？对无？我嘛知影，我较早较几日，我就走来到遮，刷落去，人来要相信我，人敢要听我？无啦。但是上帝讲，都毋是你做的你啊，是我差遣你啊，是我要用你啊。你毋是讲你袂晓，我会晓啊。你哪无爱听我的？你拢是要做你家己的。所以这若是咱。有时阵，咱会受世间的真侪讲法，互咱迷惘去。所以咱加一岁，咱爱更加知影讲，上帝叫咱一年，毋是讲咱外口，是上帝要更加，互咱会当更加成熟，互咱会当更加有一个稳定。你每一年的当中，更加经验上帝的丰盛，这是咱的福气。这是上帝要互咱的，但是咱若无这个眼光，咱自然就行世界咯。所以无需伫遮新的一年，大家互相勉励。每一摆咱要做啥物代志，咱会当讲主啊，你爱我做啥物？毋是讲主啊，我要安尼做，你来祝福我。你讲安尼敢袂得做？其实嘛毋是讲袂得做，但是更加重要，咱应该更加成熟讲，主啊，今年我所拄到的代志，我相信你叫我安怎做，我愿意安尼来做。我愿意行你的路，毋是行我的路。因为无毋对，我较早少年，我会想讲你来祝福，毋过真侪时阵我愈来愈了解，你的生命我就愈来愈到成熟啊。讲主，我今年更加要了解你离我身躯的目的，你的计划是啥？我要照你的意思来做。我相信你若有安尼经过，你的生命一定更加无共。所以有人咧讲啦，少年的时阵行无手机啊，老的时阵行啥物？即马行无目镜，有啊无？我想我对阵嘛共款，愈看愈花啊。我其实看迄嘛愈看愈花。这是事实啦，但是你莫袂记呢。咱目睭会花，敢毋是？但你的心呢？你的心有愈光愈明无？为什么？迄是你内面的呢？主甲你讲，你内面比世界更加高、更加大。但是咱常常咧看外口，哎哟，我著头长白，我著目睭花，我著无开啦，拢讲一堆。结果你上帝互你的智慧，你的心肝内底，你却无发觉呢？上帝讲，我伫你内底比世界较大，你若一直看外口，所以我会记甲兄弟姊妹分享。咱若去坐游轮的时阵，咱坐咧船当中的时阵，外口风景大，咱嘛享受甲，因为你看到拢是你厝内底内面足水的，你嘛欢喜甲，你咧管你外口风景。但是真侪时阵，咱是无去注意咱内面上帝互咱的丰盛，互咱的生命，互咱的引带，咱较看着要看外口。你若毋相信，你若坐即个船出去，若拄着风景，你徛咧船边看海岸，你甲看海，你怎念咪嘛？分去，连咪嘛吐，连咪一大堆问题拢来。但是你若你主的内面，你看到主所甲你预备的，你有安心，你自然你就享受。所以你若坐过游轮的人就知，无论风景反应偌大，因为你相信这只船是安全的嘛，你相信这只船会靠岸嘛。虽然你摇来摇去，你嘛是伊内底有真侪活动、真侪节目，你嘛享受你当中啊。所以你要了解，咱的心最重要。
咱的心就是讲，主啊，互我的心会当听到你的话语，照你的话语来行。所以牧师顶面嘛咧讲，上帝要甲伊生命的约来指示咱行。咱伫伊的面头前，咱有满满的欢喜；咱来倚靠伊，咱有永远的福气。啊，遮好的代志咱无来做，啊，结果拢互迄个撒旦骗去外口，哦，互暂时的。所以为什么你世界你看时，为什么这世界诈骗集团哦，共骗的这集团，足侪人叫骗去？那你会捌想讲，这人哪会遮好骗？其实咱若详细了解，就是讲，因为真侪人拢听了好听的，啊，就是安尼外表安尼叫骗去。咱若有对上帝来智慧，咱若知影上帝甲咱引出的路，咱就袂去走着这条路。所以上帝爱咱谨慎啦，上帝爱咱会当来倚靠伊，上帝爱咱会当互伊的话语来引出咱的路。所以咱今仔日的聚会，咱听着上帝话，咱是有福气的人。哦，无一定大家拢听会到，但是你今仔听到上帝要甲你讲，说新的一年，上帝要用这个年稳定来做你年会的会馆的时阵，哦，我哪无想到，对无？你会可能无想到，但是你今仔听到上帝话，你也会当欢喜讲，哦，主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不但要互我年会，我所行过的路，你要来供应，迄个自由就是丰盛甲供应嘛。也好，我是我的牧者，我得甲无欠亏，你嘛知。但是你定定拄着代志，你就惊到要死啊！啊，你就烦恼这烦恼迄啊。所以真侪人真趣味啊！我顶面捌甲大家兄弟姊妹讲，我就爱谦嘛。哦，我爱谦。哦，所以我去买菜转去，我嘛爱谦。哦，啊，旧菜先食，啊，新菜拢爱谦，啊，谦要变旧的才来食，安尼对吼？安尼欢喜吼？哎，我嘛知，咱拢安尼咧吼。啊，咱生活就是安尼啊。所以上帝甲咱讲，毋是安尼，你所行的路，就毋是讲你到迄天才会当享受，毋是，你对今仔开始，你对今仔开始每一个脚步，上帝要甲你同齐行，上帝要保护你，上帝要带你行这个稳定丰盛的路，啊，你有要甲伊行无？你讲无啊，我要行家己的，我哪有法度？你要行家己的，啊，叫上帝来祝福你。敢若你甲囡仔讲安尼好，伊无爱行，要行伊的，啊，你讲硬要甲祝福，你会烦恼啦。上帝嘛讲囡仔，啊，你会当转下无？对无？你会当活头无？哦，你会当活头无？吼！所以啊，主耶稣讲哦，咱伊既然互咱得性命，是要咱过丰盛。咱既然你世间的性命有加一年，咱应该有加一年的福气，去经验着上帝伫咱的这个生活的当中，来经验伊的稳定，来经验伊的带咱行这条路，毋是咱家己安怎行，是你愿意讲主，我其实毋知影明仔载要安怎，送知影明仔载。所以有的人嘛要占啊去算命啦。我知影过年的时阵，真侪人去算命啦。基督徒嘛会呢，你讲基督徒袂啊？无信主的嘛会啊，拢要去算。我今年会当偌好偌好偌好。上帝讲我要互你偌好，你就无要听，你干嘛去算？伊就算嘛神啊。伊若好，伊干嘛你遐算命？上帝甲你讲，你无要听，啊干嘛去听伊讲？哦，啊，就一大堆想法。上帝讲你安心交我既然甲你讲啥？我互你得到性命，我要互你更较丰盛啊！所以咱加一岁，毋是变老，加一岁是上帝恩典，佮加起一年啊！所以我讲，毋是每一个人会当今仔日坐伫遮呢。你今仔日坐伫遮听到上帝的话，你今仔日听到说，哇，原来上帝在听我竟然毋知影，这是真可惜的一样代志。啊，所以有时阵，咱经过日子了，咱才会当明白。像我嘛是共款啊。我当初我抽到这个去马祖的时候，我就想啊，这免事啦，现在要创啊。我祈求尔，留咧台湾咯，足轻松，凊彩抽嘛有。结果敢若抽了一支啊，一支就马祖里啊。啊，其他人抽金门的，咱免讲。马祖金门较惨啊，金门的抽你种啊，抽到马祖的，马祖拢无法度笑。马祖敢若疯笑，讲啊，你啊抽到马祖偌歹都偌歹。结果啊，第几个？我去马祖了，我搁较礼拜上帝。虽然我当下无信主。所以真侪时阵，经过时间，经过咱生命的经历，咱愈捌即个上帝，亲像约瑟共款。约瑟出世，伊的老爸足疼伊，互伊穿足水的衫。伊嘛做面貌，感觉伊会足阳光的啊，但是无啊，马上无呢。伊的兄弟都甲卖掉去啊嘛。伊讲啊，哪会安尼？我摕一个便当去互因食咧，结果甲我卖去，我哪有遮个人？但是伊嘛讲，伊嘛真忠心，讲主，我的心里就继续行。啊，去甲做罗幕，伊有忠心无？有啊，嘛阁去用陷害，啊落加压，有啊无？
路家嘛，佮对人足好，认真伫遐咧做，人嘛甲袂记，伊对人好，人嘛无人甲记。但是即个咱咧服侍时，有时阵嘛安尼，有时阵嘛安尼。所以有时阵你咧服侍，你去跟对主行时，你若看敢若普普啊，比世间的人敢若较无啥物歹势。世间的人安尼看，但是你爱了解，咱忠心去行主的路，上帝拢纪念。我相信上帝有一日会互你明白，为什么伊带咱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无共款。所以约瑟尾啊，做这个埃及的首相的时阵，伊应该真勇敢嘛吼。结果等到伊的兄弟开始烦恼呢，伊会变面无？较早我对伊安尼，伊即摆会变面无？哦，老爸伫的时阵，会敢若袂歹嘛？老爸走的时，佫较烦恼。较早可能看老爸面子来款待阮，即摆老爸无伫啊，伊会甲阮刣无？约瑟讲毋是安尼，恁所想的拢毋对，这是上帝的意思。哇，这是真无简单的。若无经过遮侪年，伊有法度讲即句话，这毋是普通人会当讲的。所以，咱加一年的年岁，当然咱有过去的经验。咱今年应该阁会当来经验上帝伫咱头前的道路当中，互咱去意想未到的丰盛伫咱的当中。毋是我讲无问题，是咱会拄着大大细细的问题，但是咱拄着的问题会当经过上帝的同在保守，会当互咱了解，无论咱困也好，起来也好，做伙也好，咱会当领受主甲咱同在要引带咱，互咱知影讲，无论什么路，拢是对咱有好的美意，所以万事拢互相效力嘛。互迄个爱听主的人得着福气啊！所以咱亲侪时阵，你可能你今年当中，你毋知你要路要行，但是你毋好惊，因为上帝已经甲咱讲啊，我要带你行。这新的一年，我会互你真水的回观，我会互你行这条路就顶完，你会当看到满满的上帝的祝福的供应甲稳定啊！这个世界真邪恶，但主甲咱讲，温柔的人会当领受到土地。什么叫温柔？因为世间人看咱就普普啊，伊会逐项会甲咱讲，咱可能会面对咱讲，那安尼则无公平、无公义。咱有心肝一定会加减安尼。毋过咱若愿意讲相信，这是出于你的，我就愿意顺服，我就愿意安静，我就愿意伫即个当中来领受讲你引带我。所以有时阵咱行过路，我是因为去到妈祖了，转来嘛还未受洗礼。尾仔我生活佫经过真侪代志，尾仔讲我较早想的那会敢若无啥对，所以我迄当要洗礼时，我家己甲主上帝讲，主你足歹了解的。毋过吼，我既然经验你的稳定，我就往相信来领受。其实这段日子毋是敢若迄当阵，我对台湾来到加拿大移民，对加拿大移民去到即个美国读神学院，对美国读神学院，转来大福教会。其实这当中我所经验的，我感觉无甲你骗。真侪时阵哦，你回头去看吼，你才知讲哇，咱人拢有真侪计划啦。毋是讲你袂使计划，但是咱嘛讲计划常常会变，变来变去，会变来变去。所以咱有当回头看才知影讲哇，原来这条路上帝拢慢慢甲咱保守，甲咱引带，甲咱来塑造咱这个人，会当愈来亲像上帝的儿女啊。毋是讲咱即马就完美，毋是讲咱就免。上帝讲免，你放手，互我来引带。所以咱嘛常常讲，人爱放手，上帝就接手啊。真侪时阵是你无爱放手，上帝免来接手。上帝只好忍耐啊，听候你啊。等下有一日你回头转来，伊就甲你引带嘛。所以咱行真侪少年时阵的冤枉路嘛，我嘛是共款啊。但是回想起来，咱才知影讲原来咱一生有真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当中吼，人讲吼，无论你安怎计划啦，人你做天你看，无论你千算万算，不如天就话。我毋知你捌听过啊？那你愈来愈有年岁时，你愈了解真侪代志，你感觉是偶然吗？但是你愈来愈感觉，每一个你所行的路线，拢是你甲上帝交往的历史的过程。历史的过程，咱也上这安静落来看，上帝会常常甲你改变，讲你安尼就行安尼，咱有哪无爱呢？我上帝等你，你若愿意，就甲你引带。所以尾仔咱会当发觉讲，伊常常敢若咱即马常常驶毋着路的时阵迄个车内底的 GPS 讲重新规划路线。你有当你也歹听，我继续开我的插入去啊。
但是咱的上帝是听咱的，因为咱是做罪人的时候，咱无好伊就听咱的。咱只要做上帝儿女，他一定搁较听咱的。做士大人毋是安尼，一定家己足听家己的儿女嘛。你哪有可能看伊走毋对路，你无插伊？只是伊无要听，以咱即摆来讲，咱就是祈祷，咱就听候。上帝嘛共款，你若愿意回头，一切拢定开始无问题。是真侪问题，咱无要回头嘛。所以少年的时阵，咱有真侪少年较冲动，有即个代志。但是咱愈侪岁愈老，年岁愈大，咱愈明白讲，领你做的为即个道路当中，这是咱永远的福气。虽然咱外口身躯愈来愈老，这是事实。毋过你的心愈来愈少年，因为你愈有愿望啊。所以咱行即条路，行主的路是愈行愈光明啊。无像世间的路，你行行，你少年足好了，你就敢若落山坡共款的。但是上帝讲，咱甲伊行路是愈行愈好，一直到日头正中昼，是袂落山的呢。照世间讲，咱有真好的代志，毋过尾仔你就落山咯。所以你趁世间所有的，终尾有一天无去。但是你上帝内底，你外口这无去，毋过你内面迄个上帝生命丰盛是超过你所思所想啊。这是上帝要予咱的啊！所以年岁毋是问题啦，年岁毋是问题啊。年岁是予咱有一个机会，更加明白上帝，予咱的成长，你属灵的成长，更加会当来成熟为来大汉。敢若咱囡仔甲生出来，咱毋是敢若生出来尔嘛？咱一定会甲栽培嘛，甲栽培，一直甲栽培。上帝嘛共款，予咱有即个世间的生命，就是要栽培咱。若无你就转去厝内倒当然，上帝带任何人转去厝，一定上帝我毋知影。但是至少咱已经伫世间的当中的一日，上帝一定是要甲咱引带，要互咱伫世间的当中，要来甲咱祝福，要互咱更加成熟，来咱继续成长。所以咱才会了解讲，上帝讲你年老的时阵，意思是讲，毋是老，毋是意思讲，你每一年。若加一年的生命，你加一年的即个上帝的生命，你一定会当结出果子来。毋是讲我老啊，我就无法度结果子咧。伊毋是咧，伊的意思讲，你伫上帝内底吼，敢若迄丛树啊共款，一定每一年会当结果子。你讲我就老啊，我就袂生啊，对啊，阿伯拉罕嘛袂生啊。我当初甲牧师娘嘛袂生啊，尾安怎会生？上帝有恁啊，所以咱毋好看家己。上帝讲，你即马今年，上帝要阁赐福你，了解伊的恩典，了解伊带了你的路要来祝福你，而且你会使结出真水的果子出来啊，对无？所以上帝毋是讲哇，你个老公爱拍拼，伊毋是讲安尼，你爱拼命咧。有人讲我爱拼命，毋知结果子，歹势。上帝意思是讲，你会结果子，但是毋是叫你拼命，因为年岁大有年岁大的做法，这是智慧啦。所以上帝嘛是讲，你要继续结果子吼。所以结这个果子，毋是讲我踮咧教会做偌济事工啦，毋是啊。当然你会伫做，你去做；你袂伫做的，你毋好干那看这事工咧。你爱看上帝予你生命的品质，上帝予你的智慧，予你教会对少年人也好，对你周围的人也好，你有一种影响力嘛，你有一个榜样啊，予人看着讲，哇，这个人真正。予人感觉讲，哇，这个年岁这大是真有智慧的人诶！伊愿意去听你的话，伊会当互你来甲引带伊来明白上帝，这嘛是一种果子的祝福咧。毋是讲我要做偌济事工咧，那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上帝互你搁再一年，虽然咱加一岁，咱得到福气，毋是这个福气留伫咱遮尔，你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对恁兜的囡仔，对你的朋友，你拢会甲上帝祝福分享互因诶。我相信大家拢会记得，你迄个以色列有一个死海啊，伊真侪水入来，若掉入啊，尾啊下骹就拢无啊，死海就啥物拢无啊。所以为什么咱爱活水？活水就是讲上帝互咱的福气对咱入来的时阵，咱爱喙，你自然会更较水，迄个生命更较水。你若讲上帝足侪祝福互你，感谢主，感谢主，就掉伫遮。歹势牧师可能要甲你讲，你会记得你圣经内底讲一个拉萨路无，搁一个财主无。迄财主逐工做好个嘛，逐工请人客偌欢喜，伫咧唱歌跳舞偌欢喜咧。迄个汉尼拜，迄个拉萨路较歹，结果换一个状况的时，那迄个好个人，安尼走去地下咧。
啊，上帝毋是甲祝福的，对啊。上帝若甲你祝福，你若袂晓使用上帝互你的祝福去祝福别人的时阵，上帝到时要问你讲：啊，我互你的祝福要创啊？变做你的财业吗？变做你，互你造成你应该你上帝国的内底，你结果走去毋是上帝国内底，啊！你一来有一个安尼，你要哪处理？讲我上帝，我咧这间就足幸福啊！我逐工游山玩水呢，我逐工听人客呢，我安尼唱歌偌欢喜呢。奇怪，上帝讲你遮济，你敢有对别人有啥物祝福？你敢若想着讲我家己好就好？但是姊妹，咱搁较一年的生命，上帝要祝福咱，但是要搁互咱。会使加做各个人的祝福，所以咱看到即个圣经内底一个即个西面西面甲即个即个亚拿，女的先知啊，因老的时阵，伫圣殿内底尾啊看到耶稣出世来做奉献礼嘛。迄当阵因送捌哩啦，但是因接到看到耶稣的时阵，伊讲感谢主。因为一定你教会内底你遐虔诚，来遐敬拜，你遐默默无闻嘛，无人知嘛。但是伊看到耶稣的时阵，因为是上帝感动伊讲，你今仔看到，看到遮感动的，伊就领受上帝迄个福气，迄是忠心。伊虽然年老，虽然过去无一定大家拢知，你的女的先知嘛，共款做寡妇嘛是共款啦。伊尾也甲大家讲，我甲你讲，哇！我看到这个是上帝的预言的实现这是上帝要救赎以色列人，哇！已经来哦，报告好消息啦！咱今仔日嘛是要甲出面头要报告好消息啦。准讲你无去，牧师2月3月要去大陆啊，你嘛会当为我祈祷，你知无？你为我祈祷嘛是参悟呢。讲罗牧师要去大陆，这真麻烦，这个大陆即马真危险。真危险主爱咱去，咱就去啊！我逐年嘛去，逐年嘛足危险的，我嘛知，我嘛真紧张呢。人个牧师娘搁较趣味，牧师娘讲牧师你去就好啊，恁囝莫去啊。讲为虾米？掠你就好啊，咱搁掠恁囝安尼麻烦安尼人拢会加减安尼嘛。但是遮说毋是安尼，遮说讲妈妈袂要紧啦，上帝保守咱就应该做，咱来去做。嘛逐年去，嘛是共款啊。所以真侪代志未来咱真正毋知，但是咱知影上帝有甲咱应允，伊要保护咱，要看顾咱。当然咱毋是胡白乱做，咱愿意听上帝的路来行。自然咱就看到上帝恩典。这就是甲年老的时阵，哇！这时阵伊看到耶稣出世，你看迄人偌欢喜咧，迄人偌欢喜。所以有时阵咱慢慢行，毋是讲你爱偌拍拼，毋是咱中心伫主内面一步一步行。经过咱年岁，一年一年的领受，一年一年领受，咱才会知影讲，咱真正有福气。有人咧问讲，即马时大人时大同厉害是啥物？你知无？伊讲我即马困免闹钟，我就精神啊。迄透早闹钟若响少年那个爬袂起来，我免闹钟我就准时起来，我比较准。这有厉害但是这毋是厉害啦，更较厉害是啥？你知无？更较厉害就是讲，咱若透早起来无论你几点啦，你若困到几点，你若当好啦，有人早起来，你会当困较好势嘛，感谢主。毋好袂记起来的时阵，咱知影上帝互咱新的一天，互咱新的一年的生命，咱会当来祈祷，为咱祈祷，为咱家族来祈祷，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来带咱今仔日这一年，咱路要怎行？讲主啊，愿你的旨意行。我甲我的想法交互你。你若感觉好诶，你就带；若无好诶，你甲我受解，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我要来交托，我要来倚靠。我相信这嘛是真成熟诶属灵诶生命诶轨迹啊。毋是讲你爱做啥物偌大诶代志，无一定。所以新诶一年，咱免急免赶。毋过无需要鼓励咱大家，咱伫即个新诶一年当中，咱若是有一个望讲主，你带了我，会当我的灵命内底，会当一年搁较一年诶成长，一年搁较一年会当。搁较水成熟，会当结出你讲的果子，我会当献上互你。所以咱若安尼受，咱就免惊讲咱变老的问题啦。咱真优雅嘛，就拄则你看唱诗歌这歌优雅，偌好听咧。大家嘛听了讲，哇，这足感动的。而且咱有愿望啦，毋是讲咱老无效，无啦。咱做有愿望的新的一年，所以咱就伫主的内底，咱虽然加一岁，毋过。咱真欢喜要来过这新的一年，因为咱真正有愿望，因为这是上帝互咱的启示也好，互咱的鼓励也好伊是神嘛，伊袂使胡白讲嘛，
伊若讲就无信用啊，伊若讲无做就无信用啊。人就要有信用，何况你所信的神啊。所以这个神有信用，所以咱做阵来祈祷，好无？哦，用这句话啊，来开喙，讲主啊，你就做阵讲，多谢你啊！你用恩典加做我年岁的回关，我要多谢你。我行过的一年的每一步，拢要看到你底下丰盛的祝福。哦，我毋是变老，我是这新的一年，更加有水的回关，要为我来加添，安尼好无？好无？啊，你即摆压头祈祷，为你家己祈祷哦。讲主啊，哇，这一年真正主感谢你，互我会当了解你要带我行这条更加水的人生道路，是超过我所思所想的。所以新的一年，主我要交托你。求你引带，互我看到我家己，毋是往我家己会当做啥，是愿意照主你的引带来行。无论做这，无论做迄，无论休困，也是无论起床，总是主，我知影你会甲我同在，引带我行这2026年足丰盛的一年。因为主，这是你的应允。阮感谢主，甲阮家己拢献上你主的面前，阮后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